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他太阳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涂思忠啊。中国共下的老后上人大在鼓了。根据2015年聯合國推出17項嘅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過後咧，要當然為到去追求永續嘅成法，韓國潮流時尚，為去買藝術貨，唔過藝術貨啊，呢度嘅空 QQ 是呢度哦。因為有6個後生嘅愛老大家聽下來分享一下。到底做乜嘅記得會按款去買藝術貨了來眾上分享。首先，老太小嘅都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會用藝術嘅商品來做愛心嘅阿子怡。買藝術貨，咪做在順沙做愛心。唔錯，等一下。喺邊度？啲眾人頭前表現自家動有愛。動有愛，係同阿 V 倫完全冇。其實係都係做資源回收，聽聽。冇，佢就會做出嚟聽聽啊，做款太假。冇，係真嘅，我都係興悶啊。那你們買嘢，唔買嘢，陳小姐啊，本人嘅產品嘅天花。我無相信來問一下當久冇看到嘅醫生。大家好，我係東校啲藝術送點情 TP sản婦嘅醫生。哎呀，sản婦，看你今日做嘅一sản婦就結貼起嚟，打翻水彩了，你知道嗎？用披薩。同媽媽好似吧，媽媽咪會送去初衷反駁。冇唔錯，佢要傳到，冇照中。真嘅。第三道老師個假人。大家好，我係東校啲廟路嘅藝術沙屯前同事嘅家人。哎呀，難怪佢當年就前期就前聯絡唔到個，冇吵嗌，嗌你喺同我買一隻同嗌金表呢，冇吵嗌，開嗌冇表同要快睇。有表家啊？有得表家，韓國用石條用買個凍櫃嘅東西，我用搶嘅。我有機抗嘅，佢就會用粗嘅。哎，等下你們不用在那邊給我 T 台，好不好？沒聊下哈。第四道這個就安燕鳳。大家好，我係專門賣藝術3C 用品嘅燕鳳。3C 用品咩都得用藝術貨，有那個空 QQ， 我本人偏多冇啊。等下來大家聽下來分享哈。聽到這個偉倫。大家好，我係最唔愛斷捨離嘅偉倫。馬家東西都用到冇，係啊，真嘅。結果行到健康哈，連個體內上到用行唔得，行唔得，用跳嘅。馬家都係東西，哎呀，東西了用個啥真好咧。前面啦，係個阿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輕巧地買嘅小鳳。輕巧地買要輕巧地買。就穿洞洞錢嘅意思啦。有買貨就買東西真嘅，我請阿鳳伯去抄嘅。嘅空 Q 啦。見馬家空 Q 天啊，馬家空馬家 Q 天都買多嘅東西，自然就會買。唔過講真件啊，因為頭班人講嘛，南山好叫熱，嚇南銅鑼好客車，就講頭班你客人嚇就東西當真實嘅嘛，一項東西總唔得本嘅用100天，你唔講人家副卡總係有啲嘅東西，可能用1-2百，發現即個冇適合，一講我就想去買先咧，唔過你行好。即個用唔到誒，按用介實真好，難拖就按你攞去跳睇嚇，做唔得，當然做唔得。因為其實講到你成日每日追加買嘅東西，係買嘅都啲嗬，sản婦嘛，你冇，係懂上嘅。難怪大伯就冇啦。不過你講到sản婦也其實真係。太貼嘅時候，冇呀，其他貼片啦，較貼數啦，都當好買。佢其實講到sản婦嘅，可能當然嘅時行有冇強用，韓國可能有啲sản婦哦，捱翻貴嘅時就順勢會整理捱嘅相處，就發現到有啲sản婦可能以前做懂事下，唔過可能年紀咩越來越後上嚟，故數一下就冇按時下嚟，故數我就想佢揾，佢又買希望呢，特別有啲大送，可能水利片最佳嘅方式就係見到滷水好嘅種資源回收桶。哦，舊衣回收箱。對，舊衣回收箱嘅最佳嘅水利片方式。唔過像有啲很有買起，外地面好當好買，買真係新鮮嘅，唔過 size 唔合。我用個啥？我就想，用出隻件出去，有啲大送啊，就是我一兩sản婦係冇看到，冇辦法看到佢發光發熱嘅啲冇，真係唔攀得。佢發光發熱，下一步就可能會燒死你。好啦，當然我就用埋咧，我翕相，比如我一兩sản婦新鮮嘅，我唔識做過，我就想，為什麼我設拍醫生啊？我就會翕相本佢看，就講，你嘅意思冇？
我都送诶，真全部都送诶，嘿，我就讲你愿意送我就直接送本機。係講有啲係當基本機都做得，就是本機啊上副機數嘅係成名啦。跟其他嘅東西，比如講個鞋啊、卡棒啊，其實會有啲會專門數嘅單位。跟因為講到流動嘅，大家都點解都就關心面在議題嘛。嗰時候像那個碳內啊，還有面拍啊，還有屁股啦，這種氣味就做基本書用手。係幾多看天時嘅東西嘅，尤其係個屁股啦嘅東西。不過漢版而係含有新鮮嘅成分，係啲做嘅基本萬嘢，唔係用件嚟松本萬嘢。松本阿鳳白夾摩嘅，差唔多嘅哦。2年跟人騙狗了，爸爸，再過2年夾摩，有人變下狗誒。跟有人嗌做摩嘅冇？上太多夾摩以後上週打不唔做，你還做打不唔做。你漢版要姊妹盤夾摩嘅，哦，佢硬眼房，不卡都要記得用過，唔過也係講含新鮮又唔怕得跳台嘅動作，唔會用幫佢處理。哇，絕對！就像個阿姊講，嘅上褲嘛。但像細妹好買上褲嘛，冇係咩聽咗該好買上褲，係條擺唔多人還沒窮用啦，就是米擺出去攞擺可能講解上，一個啱好看下就買轉去，可能有陣時係點顏色嘅改好，或者幾時想講，想買東西，都好偏啦，都好偏，就買轉去，而想講可能做舉起做1擺2擺，想講覺得冇適合，後來可能要買新嘅，QA 就不用提出啲擺，你想講米擺有朋友過來請啊，就想講我。變看看啊，底部有冇改新的衫？不過雅布卡其實係那個二手市集，因為香港在家裡門口擺一個二手市集。真的咧？冇啦，個公司用那個用做電腦，即係講有朋友過來請啊，就想講變一下，可能一個衫褲過錢又過講，就冇人講想愛麼，還就同阿姊想用送本機啊，做點人情嘛，係啊，送本，然後就想講安尼，每個分佈一下啊，每時想講，因為我的衣櫃是快爆滿了，我想講，每個上次想講，做在哪一用路紅賣，唔講係設計就想講有點麻煩，講麻煩。如果要真係整體上講有點7、8整體太多誒，我想講就買一下嘅那個像買那個熨斗有冇？就像看那幾年個熨的衣服都熨得很直，那種每人用板做嘅，熨好之後賣出去咪7、8天啊賺一些錢。還有當到你買嘅看慢，有當到係用碗嚟去，喺面講義務啊，係嗰啲東西能拿衛生紙來幫就做得咧。哦，你雅布卡上港都卡個油啊，還有油啊。收在這一堆，俺這種還是要從源頭減量嘞，你可能要先用買暗豆，又做唔到，你冇阿家呢？唔看，你天貴就做到你下一個，真嘅，我也不能發現。來講下你雅布卡有哪啲東西？藝術誒，也係講冇愛用到。其實雅布卡我也冇買嘅東西嘅，因為雅布卡下都是冇用到嘅東西，我都送俾我嘅親戚朋友。喺個其實真是冇用到，冇白記掉，我就會用到用路當講買，一下當時行就教下小朋友用翻嘅，因為外國有人用一細細嘅飛蚊症，揾到1件服。係就見彎就見彎，見彎嘢嚟，一彎嘢嚟。見彎咧係練咧，用彎天天係彎，跟你下有彎到嘛？啊係我就用我嘅喇叭，去彎見彎，我一陣嘢講我彎到我稱號嘅 I am Iron Man 嘅數立嘅係當中。你唔點用皮帶皮？要點變身點？Iron Man。啊！我真係當中，古時我就冇繼續揾，唔講咧，我係用當我嘅電書機繼續揾，喺講要揾到1件服，當然有聽自己講。很多貴婦，前班皇帝，貴婦嘅啦，咩貴婦啦？優質狗誒，係優質狗。如果講真嘅，喺講大家真係使用一項東西，比如講大概6樣嘅衫嘛，也講你使用呢個東西，都等於喺好去買全新，也講買藝術嘅，也用做嘅喏，阿比倫。我自家吃到吼，假設啊吼，一下東西啊，係講用1、2擺天天嘅嘅東西，我就會較喜歡去，比如講朋友家，係講買藝術嘅商品，比如講有上時會表演啊，亦係講有得買個米牙嘅發通、鐵樹嘅發通，有上時會買嗰種，比如講像嗰種天使動油餅嘅咩布丁嘅那個傘，火影忍者，也係扮那個樣子，一個買個通花，一個天樣嘅傘，嗰樣是當流行咩？跟住做1擺、2擺，跟冇流行過體嚟以後跟樣擺，跟住
冇做起來賣人愛看係冇。故所嘅用安尼嘅情況嘅方法，就會賣藝術嘅商品。喺假設講，我一種東西，可能要用半年、1年、當久嘅，那就會賣全新嘅。我吼真嘅吼，有人吼唔係有樣子那個鏡頭一來哦，好直接咧，比如講可以開放新嘅創意。比如講阿鳳伯啊，聽講對音樂都有興趣，因為學新嘅音樂，咁樣全部買下來。我看過人家彈咧有乜嘅？吉他，我就用把按吃眼，我就想講，誒，我沒做得按的哦，我可以一邊彈一邊唱歌，我就說，嘿，我要彈那500讓人情歌按的，哦，我想當簡單，叫我朋友看到按的，嘅用嘅，知道？唔是買買啦。佢唔買家下上嘅買吼，佢傳統廟辦公園，係嘛？佢就先加愛，哦，果然不差。我試2擺，我就發現到，佢樹愛起咩顯嘅啊，佢冇按過。所以你也強太極，我先幹。你有卡到？係佢樹咩吼，又話變來變去，又拗到不究竟安尼吼。拗來拗去。嗰起咩線咧？動通，反正現在唔好，我想講做唔得。唔耐通。我所講意思吼，就講你看哈阿貴嘅東西，係講加下買下去，啊，通到錢。現在人家就做得咧，像我冇一點，他啲打爵士鼓啊，喺人家。係我咪想講，哦，佢雅馬哈哦，佢新嘅一組啊3-4萬啊，佢中古嘅佢沙團差唔多1萬，你看差有多冇？係啊，結果。很人沒，很人冇打爸爸肚子。嗰時候真嘅有上時候有啲東西，較貴嘅可能會先考慮下，比如講人家朋友，你做人先去吃。做在家先加，做在家先加，還有加的發現有注意到，將來買咩冇關係。唔過買藝術貨，家下有當到空Q，所以注意到有哪度事情我去注意到咧，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來，打再鼓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下位，你先買個藝術貨麼啊？今日我老太太分享3隻老藝術商品有關嘅客位了。第一個交換，交換，東人喺亞壇節為舉辦交換禮物嘅活動。第二個送人，送人。佢摘自家屋企種嘅木瓜送人。第3個出租，隔壁屋嘅兩下地界出租，嗌上來攞佢劈下來做生意。唔知才只後尾忙，後生地下位，你賺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上台是冇個大家講嘛，你就講你對你嚟講，有乜嘅時節，你聽我買新嘅，有乜嘅時節，你可能比如講像比如大擺六個人3分，可能就100天用煮嘅啊，有人去老人家啊，唔過我最近問大家講下，做乜嘅會去選擇買藝術貨咧？眼風知道你做乜嘅想去買藝術貨？但想買藝術嘅商品嘅。各位針對嘅選擇呢，因為我買過各種藝術嘅東西，從藝術嘅天鵝啦、藝術嘅相簿啊，還有藝術嘅 CD， 因為有條轉是相見恨晚，所以講，因為有條轉是可能講後邊咧糖豆嘛，就想講，有嗰場買過嚟買過一副卡書蟲，比如講加倉嘅幾條歌，幾條歌倉嘅時幾猛出聲，係啊，佢哋想買，錢唔到，嗰時候我就是從藝術嘅廠片行入波嘛，啲錢下有冇又係嗰後嘅轉是安尼，但係可能你想講，因為我係教員工嘅嘛，嗰度嘅教員工嘅人可能。員工業幫喺廟路好買嘅器材嚟教嘛，佢想講下可能模式合，就想講嗱喺廟路好買，啊係做飛看藝術嘅沙灘，像話講年佢講看呢個藝術嘅沙灘，想講有嘅嗰便宜我就買過嚟教看看啦，因為買藝術嘅東西靠量去買嘅，就因為冇錢嘛，啊冇買嘅錢就先買藝術嚟吃看看啦，啊有錢嘅話當然去買全新嘅啊，就這樣。總而意思講，有錢總係要買全。你想法同佢完全冇共用。你係買嘅，因為我唔係講有錢還係冇錢，對我嚟講，藝術嘅商品叫3隻加成，第一點就係用嘅，第一點就係佢動貼片，第二點就係動。做嘅書蟲。係，第二點就係做嘅書蟲，第3點就係
动有纪念性，嘿，同好，讲到同好，朴总。侬按好控制呢？因为讲到色彩法，就会艺术的产品都会是，你可能去到无论喺sản婦店嘛，還係買嘛個色翻嘅咖拉貨啊，還有就係沃卡度嘅擺飾啊，佢都係土嘅無意嘅。故所以藝術上面應用埋興趣，像家下煙朋友講到主動像熱播強樣，你去到嘅片，有啲是，其實佢就點點嘅草地嘅片，冇人看得到嘅。唔過呢，你講嘢係貴係冇？嘅東西，不過咱有看到佢嘅花，因為係就係鹽分來嘅。哦。係，古數藝術上面，我同人強樣，我要鹽嘛，韓國呢，我要耐心。古數你喺講下面嘅商店嘅時候，有人會讓約束來買嗌。你看到佢啲發光。唔過講實在，有上次看到東西哈，比如講當氣氛，之前冇買，也排看到佢，我做真件會買，可能就冇咧，可能就冇咧。係，古數 T 百看到就一定會買。係嘛？你講假使這樣子，你真係有好呢種東西，不管幾多錢，你就要按買下伊。即係喺背上個技術講，到底愛買還係冇愛買？我講下條錢可以從嘅時候，咩要同大家來分享到，做哋用藝術嘅商品來做愛心嘛。係邊樣嘛？因為一下有動到嘅實習，唔係演豐富卡嘅實習噃，係我背嘅用兩用嘅位啊，咩位嘅實習吧？嗰種讓貓讓狗嘅實習。擺攤呢？擺攤呢？冇聽從你真係愛去兩用，你可能想去做愛心嘅話，其實動到嘅資格會種沃卡度，可能冇用到嘅食飯嘅咖拉貨啊，還有筆嘢啊、盤嘅啊，就不用出來，你做得去買。有啲像跳蚤市場嘅。冇錯，所以他本地嘅有錢，做得技術來照顧各位啊各位。誒，你唔係拿錢嘅，就用錢去買一啲嘅東西。唔過沃卡度一定要用到嘅，愛用真唔會打送。冇錯，我 video 可以做愛心點到這個買少錢，買少錢的，全部用唔到，用唔到，就像夾沃卡夾嘅咁樣。愛心太難咧。我真係講到咧，藝術商品哈，其實個美國有調查有發現 ，Global Data 咧用在顧問公司有發現哦，啲美國有一個最大嘅轉售平台啊，叫 OfferUp 佢發現哦，當2018年計下，叫呢隻平台嘅商值要結台2761美金，大概係8兆新台幣啊，8兆，當年哦，這是每年哦，嗰時候你就第一個其實。真嘅全世界有東人會買藝術貨，東人好買東西，東人好買人家用過嘅東西。嘅阿葉神乜嘅情況會去買啲人家用過一個藝術貨咧？我嘅想法有當到藝術商品，我當好用兩條 Q 嘅東西，我可能就會有一隻老靈魂吧。那些有用過嘅獎，我都會特別注意。你下其實也有當到藝術鮮物店。佢買嘅東西會有到嘅老師嘅用嘅，不過真正嘅老物件啲鹽分嘅要求會較高，嘅強用係老物件，不過鹽分還蠻多嘅標準嘅sản婦，就會出現啲倆條藝術鮮物店。就是偽古着，偽古着，係冇？講喺古董有蠻多啦，古種有唔好呢種人家用過一個有時代嘅感覺，有老時味，古種你看起來就還有本土嘅感覺。其實冇聽說較便宜哦。真件，所以情況啊，牙婆。我老太太講，真件哈，兩天廠哈最多錢嘅就會阿一山。真嘅。因為個古着幾貴人哋。真件有啲爛窮嘅考試下吧。真件爛窮嘅褲係較貴哦。我家雖然講，你看到2018年哈，佢幾隻平台天天就8兆新台票嘅種那個交易額的概念。不過有啲東西真係本人去慳下多錢，你唔可以買藝術貨啦，嗬。阿 V 都有那啲東西。真件，我講，比如講應該喺假設好，有老師家嘅身體有接觸嘅東西，嗬，我就唔會買。會變到身體嘅，比如講學生嘅咩，當到你要變嘢，要買面床人家水果誒，黃黃又粗烏糟，冇人跟面床一樣辦事，冇可能你擼佢吧，擼行去曬，嗰時候嗰種東西有可能。跟皮骨做得冇？皮骨沒做唔得，因為接觸過誒。係啊，出嚟東西係做唔會買，係唔過有一樣東西，鞋嘅話雖然接觸過我會買，因為鞋做得細。
我即個知道。古產業用東西，甲煙朋友講到，叫我買山西嘅產品。但係山西嘅產品我特別小心。山西嘅產品有的要接觸到啊，因為大天發。沒接觸嘅問題，叫我買到快的。有隻朋友啊，佢買個天通嘛，有當東西講，面膠太安全，我自己好做得用咩？嗰隻朋友做人咧，面膠係有面膠啊，來看到開機，做得用，真爽咩？帶咗去，因為嘅東西，因為5分鐘佢就會關機。高手佢都買到快嘅。其實山西就安尼，你看唔實，有的其實 WiFi 不買到就快。真嘅，差唔多誒。沒老佢當有鹽分，就是你老嘅東西有鹽分。古送來讀到安樣嘅事情，我特別小心。山西輕量唔買。真嘅山西輕量冇買。假呢，有奈的東西絕對唔會買藝術嘅。我同飛輪共用，我命到我皮膚嘅，我完全冇辦法買。我有一排同我朋友去往個藝術嘅市場，佢有人就買足夠嘅。大衫、大褲，識橋天天，冇寫，朋友全部買咗一啲。即係望到原來有啲叫我買冇4個嘅。冇，拜託地下嘅係冇共用嘅市場哦。因為佢買嘅牌係當歸嘅名牌嘅大衫，精品嘅。唔該，我會買我當到錢橋安尼，我佢識橋就所以買到。雖然講佢有人做過，到可以去夾嘅 size。真嘅買咧。佢全部買韓國，佢還要買嘅足夠嘅運動衫，佢看有買我按你是不是4個後5條，全部買咗去。當然啲嘅搶嘅係搶唔到嘅。我希望一下冇人啲嘅食飯啦，我之前談到我會盤嘅，我係定人 V 呢。嗰個4個人咧，要4個，食到面定係咩冇？唔橋失橋，我所做唔拉講唔掂啊。係啊，真嘅。唔過講真件啦，就講買了條藝術貨有上世切噶，冇法鋪接受。唔過真嘅去買噶，有那個空口需要去生意啦，阿姊。其實那時候那係買嗰種愛做嘅衫褲啊，一定愛要買現嘅，一定愛實拍切噶。因為有段時間你看到冬天啊，興節節咧，就想講按這樣來做起來一定凍價，結果你就買咗去過後又唔實拍切噶，其實也就會打鬆，你就實片愛用藝術商品嘅意義咧。再過來呢，比如講你食飯喺家啦貨，我會特別去注意，其實我會去買藝術嘅，唔過我會特別去注意嘛，佢咁要別開來呀，還係佢要結果啊，愛用嘅東西。別開來總統飲料，別開來，要別開來，愛用唔好，因為愛用食飯嘅家啦貨會有安全嘅問題。不過講到有的較貴嘅東西，就係佢本身是比較高單價，有的有牌嘅卡棒，那係佢可能係有的用過嘅，我知道韓州的，因為都係用較便宜嘅價錢去買到，就算係貨啦。係，有啲好東西可能係注意到，有啲係下有價錢，唔過你可能可能切上線啊，跟住可能韓州的，因為佢係有幾市場嘅價錢。因為佢可能佢啲市場地位多，你那係會不會愛這個轉賣，其實是做得嘅。係冇錯，好嘅。阿小鳳我來開個分享下，假使你真嘅可以買人用過嘅東西，你要去注意那啲東西，一定會看到，也係講看到人。因為你喺中古嘅動作喺廟路巷看東西嘛，有都有實體店面啦，廟路巷看咧，我一定會偷嘅做啲現錢買現貨嘅。因為有啲人他不面交嘅，佢喺係飛錢高起啊，驚係冇啊，我唔知啊東西係真。東西來也唔揾來。係咩？跟有啲係學，我睇下講，跟廟路巷做啲去尋嘅臉書又有嘅在地社團，帶中橋嘅人有板橋人社團嘛，帶中山區有中山區嘅社團嘛，係跟地方有啲係哦，他接出現嘅人，佢上人懂得賣東西，佢較有信用，所以託嗰種社團去説明。係，不過你一天冇買衫褲啦，哈，你必寫唔到。size 冇合嚟啊！係啦，全部亂嚟就做正頭天天啦，做唔得啦。唔過嘅廟路巷其實你係詐騙咩正經動作，你動作會嚇人嘅，會騙人，會騙人嘅，嗬。即係話現錢買現貨。古早有人，比如講，你香港講，誒，買嘛嘅，佢大下就會講個，誒，我有隻朋友對人哋東西當有興趣，不過佢冇唔係啲社團地俾人，你做啲假嘅嘛，緊拉要假天發聯絡佢嘛。然後他講，你係中嘅100萬詐騙，就係詐騙，哦，絕對係。因為你撈一點 logo 後，他就開始假裝要別人家公司用版型，真嘅他真懂。古時候大家都要買東西，愛買東西，跟他聽出他聲音，然後閒聊，他等他轉來愛看6個後生來點下這個嘅藝術貨係乜嘅了，閒聊下了。古着店東西有通裝，不過嗰陣時我就請到1、2衫褲，韓國我知道，東西有嘅古着店呢。
團嚟啊，佢係無手嘅，古松話就說，要係水防曬，我就當做水防曬啦。 One Piece 仲好看。冇錯，唔過幾樣事要問起咧，後來我做嘅，奇妙嘅事情發生咧，我做出去過後呢，大家冇撈到佢係古着店嘅，都撈到泰國買嘅。他都上到，他真係上到，董卿跟沙龍嗎？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，自家知道講，兩藝術科去買有哪度空QQ，可能可以讀到詐騙，因為講，可以當然簽到自家好嘅東西。唔過廿一段正經，我本大家來點一下，自家啲藝術商品，也講藝術嘅那種平台當中簽到嘅哪度好貨哦，嘅阿小鳳啊，按太閒呢，留大家小記一下好冇？嘿，也係藝男人的玩具，你知冇？你又問佢按感機？啊，唔會啊，冇，佢他就邊邊嘛，佢一開始喊到一喊拿出來，邊邊。精氣神。模糊前點啊？一東西啲思想可以已經切開了，點啊？嗱，副卡還有十個咋？有馮太太已經乜都唔了。哇，有錢！我用台咩標？房間咩標？堂下咩標？有馮太太講，唔知講唔標，我硬服睇嘢。我睇緊可能唔認識幾把，佢係乜啥？無敵鐵金剛迪娜，有冇啊？冇講過啊，真勁啦！有一聲人哋全部購物嘅公仔，佢全部佢全部冇加成。像安尼吼，市場上買唔到已經切版嘅吼，安尼東西叫我見來見貴。古說你要下做賣，做得賣。我一下唔判定嘅，因為吼一種很多投資，係一下市場上可能係有13年有，吼有安尼吼行好好嘅，但假幾年咧吼就存50，係最後全台灣就出來一曬嘅時間，哦，你係就捱講嘅價錢咯。哦，我等下就調照。就係講嘅有上市那種藝術商品，尤其係那種貨下社有限定嘅東西，真的就是買房市場。係一種捱講，盡信係也講佢吼，講佢3000、5000我唔買啊，我得以後你錢冇，也有當然吼佢轉去發見上，哦，用啊我當上愛，如果唔係買誒，如果等到3000、5000，唔過嘅係未見嘅時間，幾張會買？你冇聽說這啲溫度服嘅？用一來幫係冇，按你做得哦。做得去樓價能聯絡一下，叫改東風嘅書本。又唔掂，波一係邊唔掂？嘅一陣，唔知來收大家收記下，你買嘅那種藝術貨好冇？我有一台藝術嘅大片翕相機。哦，懂好。一下公司哈。呢幾年大片機有開始流行，講我買呢台嘅下係蠻按時行，爭800人元就買到。好便宜。過來就係獵松、羅馬頂、龍海。哦。今日未來嘅我唔係懂清楚，因為買藝嘅人也係啲 Q4 店買到嘅。古時記做就潮講藝術，可能係三術、四術，或者更加多。可能係二腳、三腳。難怪你做條松係我做乜嘅？我有冇夾腳哦，係錯。古時候有上次去這種落 Q 東西嘅店啊，落貨店啊，有上次真嘅運氣呢。因為唔係一般去看得到，真係有緣啊！你老嘅東西就像吼，有緣千里將來相會。佢有緣，嚇有錢。係，佢無緣吼，你兩沙坐對面咩唔會相識。真嘅唔會相見誒。係唔會相見，老馬沙相見。唔會相見相見。佢牙齒一般都唔嘅，人家嘅東西坦講，佢生意大。目前哪一隻較安全呢？因為我有一層咩啊，同嘅依山共用同款嘅古着店嘅衫褲，係嗰時候嗰陣時我就堅持，因為其實我嘅身材，我潛到嘅藝術做啲實拍衫褲看難。童裝安尼系列。不過藝術東西有童裝，從冇古着店東西有童裝，不過嗰陣時我就潛到1-2衫褲，韓國我知道東西嘅古着店呢。團嚟啊，佢係冇手嘅，古時我就說，要係水防曬，我就當做水防曬啦。One Piece 仲好看。冇錯，唔過嗰陣時要問起咧，後來我做嘅奇妙嘅事情發生咧，我做出去過後呢，大家冇撈到佢係古着店嘅，都撈到泰國買嘅。他都上到，他之前上到東窗嘅沙龍嗎？東窗沙龍。係人嘅問題，係衫褲嘅問題，我就可能係人嘅問題。再來，我講到一隻較危險嘅東西，因為我
生意量，因為你其實係咪同後來呢sản婦係冇按好買，因為係太多產婦，後來係就開始用嘅去看嘛，家己去看叫做藝術嘅家飾品，因為後來係就帶我背嘛，就發現到家飾品其實對屋企打扮啊、裝飾啊係非常重要嘅。必須要買到東西，即看價。冇唔同佔片切價風格，嗰所以我就同後去買嗰種瓶罐罐，看等一下嘛。你買腐椒乾呀嘛咁嘛？係做乜嘅？係做腐椒乾、鹽乾、糖乾都做得，冇錯。係你記起味量炸到冇配的哦，買唔到的哦。還有，冇問題。嚇？冇事。有咩懂得認識？記起秘魯來。腐椒乾。唔係，記起裝飾品，記起秘魯來呢。你用個地球那片下。你下不會有下秘魯下度是有下，還有下 handmade， 有看到冇？看得到冇？看唔到，咪你看得到。就懂得認識。手工做誒。手工做嘅 handmade。對 Peru 來嘅。真係完全請唔到天二扎，那係要你請到天二扎強量嘅花。我會去攞你打爛嘅。來回你做有量炸。懂得認識同埋強用。好，謝謝。好啦，價錢來看一下。好，你個店係乜嘅？因為東東人講藝術商品會很較便宜，其實冇，因為它懂市場嘅很多材質，再過沙機，有懂到沙機時呢，就會去熟悉懂到嘅藝術商品，就有啲沙機時就熟悉到呀藝術嘅卡板，韓國呢佢自家做嘅呀圖案，安尼連上去。韓國人佢同嘅新竹嘅育幼院小朋友嚟合作，佢說小朋友呢，因為新竹客家，佢就是說發布東等一下呢，就小朋友就自家剪兩地連上去。義工係嘛？係義工。佢說就安尼買，大家談一下呀。金奶奶呢？談一下呀，幾多錢？500買500買。佢當永遠嘅沙機。這就1000。1000買到的。 more。6500。more。3500。啊，行開上去。哎呦，8000。 5000塊來買。 5000啊！你還有懂到嘅沙機唱嘅歐紅有冇？強用嘅圖案啱咪搭上去，1萬塊。啊，你係做做唔出條路啊？咁樣做啥嘅？你人上去最有嘅嚇。我有時候家人家有講啊，佢講也係乜嘅育幼院嘅小朋友，佢做嘅自由做有愛心，係卡巴，係真嘅，佢係有愛心。相信吼，黃小鳳咪做去做殺雞事啊，沙機係冇加嘅，人家係殺雞東西，人係殺雞人啊。一殺雞人唔單止5000喎。嗰個留掉嘅東西係真嘅係佢後背價值，係一種價值感嘅展現，俾表示講唔想去做愛情，所以有講到嘛。有上次去買呢個 Q4，其實係為到做啲為了個 TQ 啊，為了個沙飛來做一些自家做啲膚質嘅東西嘛。嘅眼縫來同大家紹介一下，nhà嘅好貨有個2萬多萬嘅貨誒。係嘅，將人喺日本啊，嘅就係下北澤嘅藝術嘅商店買到嘅蚵，係嘅藍色啊，有嘅按到比行蚵，飛行外航，係錯，因為我啊，而嗰波係藍色嘛，第二波係咁嘅色咧，嗰時都改好看，啊嗰時而買嗰便宜嘅原因係因為佢嚟練 fight 咧。哦，你嚟練 fight 嚟，嗰時候做埋個片，嗰個藝本來做嘅時候做本都第波嘅日嘅咁嘅時候，我變咗本睇下看啊，第波係咁嘅咧，係咁嘅咧，咁咧，你做嘅時候可能就很有搭配嘅感覺。你有冇看到咁嘅時？我我行路嘅時候就可能變，啊有嘅，啱啱時候有嘅向前不偏誒。一閃影變，你看你愛吃到董卿嘅那個放顆金。不是，我覺得很像那個俠呢，變態呢，變態呢。我係用做好冇？有嘅有問講到，有嘅係我一場台幾多錢冇？我台冇。啊，有嘅嗰韓錢時做嗰波浪咯，整完動。我知道藝術嘅蚵嗬，因為我做新型嘅蚵，新型嘅差唔多2000，然藝術嘅差唔多。500，差唔多喺日本咧就係1350元，差唔多300左右。係啊，台灣就差唔多300、400。做得，一直講
係切改後，嗰時係真嘅係入步入到係切改後嘅。因為我知道東日本有當到嘅專門去數人家呢一種嘅藝術嘅衫咧，那種 Q4 店，真嘅有上是會熱到好嘅布，這個品質較好。係真嘅，有上是基本上你託過，佢唔係講你要買幾位數嘅，叫佢讓你檢查，而你加上還有加設，如果比如講像我身控量在身上，佢可能就唔會數，講這個太普通了。你買那就買多，佢就唔會讓你。可能會數啦7元，佢可能連7元就唔會讓你數啦，因為佢知道讓你數，還要讓你跳台，因為太麻煩，就會變成垃圾要去處理。我唔錯，阿 V 倫來老開分享即係吼，假年有講到，假佢講嘅家私吼，有對個東西吼，唔係講藝術嘅就便宜咯，可能當貴，愛買嘅東西咧，咪係藝術嘅，咪當貴吼。睇下做地方啊，有乜嘅大家都係愛公蟲，千號買乜嘅就係鞋吼。古時候見你帶嚟嘅呢，就要兩雙鞋，係即個叫創作嘅一雙，然後一雙呢，其實呢就係聯名款，聯名款呢就當到要當到乜嘅設計師聯名嘅。無敵鐵金剛聯名，無敵金剛咧，人家吼係2隻1隻橋嘅咩吼，人可能有2隻橋嘅，古時候嘅家私可能就會就2雙牌錢。睇下盾團吼要幾多錢？要2雙差唔多嘅家私。誒，下雙又係一雙，差唔多2雙。你真送1隻橋，差唔多4、5千嘛，佢2隻橋要加一批啊。8千啦，8,000多1萬，差唔多8,000多1萬呢個。因為我講一行係便宜呢，有啲會聯名款吼，有目標嘅色啦吼，可能會到2萬嘅元。啊，你係要做唔錯啊，我買鞋嘅。真係蠻便宜嘅。要一下我買條褲，一下要買酒。如果講色彩吼，也係吼，家製作單位用冇嗌講，要接上作冇，嗱講色彩冇，因為講色彩唔好做。當然啦，講睇下看啦吼，可能唔啲人佢看得到冇，一片係亮嘅，這是網子的。你要腳要這樣子。然後講乜樣唔得嘅，落一個時節啦，我數俾你下地關係，我說落一個時節撞唔得，講叫嗌你叫見你。嗰位吼係要吼一係人可以係2層咩，一大吼，喂係空 Q，其實講實在唔好做。如果嚟看咧，咩喺來數上嘅啦，吼，個一家私要個數上，唔講係知道係5公重咩，像人用嘅係吼，我一天我要1兩。就住持嘅時節都得做吧。起到嗰片按你起點就好嘅，係落一天做唔得咯，因為淹水。6樣都得做啊。真勁要揾個做嚟。因為這種東西動作，就要加技工啊，就是收藏，就買來愛看獎啊，因為佢就動獎啊，你就不用到給別人看就好，做出來幹嘛？愛點啊？愛點，講要8,000啦。哦，其實跟原價差唔多，差5,000，但係叫家私要調整，就有上是藝術經營，越來越。啊，你係咩買啊？無敵鐵金剛，我買鞋張錯。係啊。其實都係做啲損害啦，冇錯。不過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假使可以買 Q4、買藝術貨家哈，我讀到那條事情，韓國有乜嘅買藝術貨嘅好故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聽下來分享了。啲東西都好賣，佢家去買盡來賣。不過審美一旦改變，市場一旦飽和，佢就落價。古說我哋嚇雖然講吼，係冇講真好賣，然後審美一改變，冇聽錯眼不懂搶手。唔講只係講基本嘅，買基本但係真的你冇鋼皮，我都買唔出去。係啦，你冇一天啊，而家講審美改變咧，我已經買睇嚟呢。哦嘿，係日本人推貨變藝術嘅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今日因為講到藝術貨嗬，我相信大家就目見見咧，百毒見見，因為要動到東西嗬，即係講到即個動態嘅東西嗬，係都動聽。唔過咧，之前嗬，今日家下要留下分享講咧，美國嘅那個研究中心 Global Data 嗬，佢去調查，像美國人嗬，去接觸訪問嘅發現過去1年當中，其實有21%嘅人有買過藝術貨。哦，比如講T 買最多係乜嘅？就係講屋卡就接上用到嘅日常用品，就係 T。乜嘅會用啲還有咧，就係講假如講名牌嘅，比如講會買藝術嘅，可能佢可以用比較實惠嘅方式嘛。再來就係講
比如讲古着啊、复古商品，那讲世界上可能就两1-2天天呢，佢可能會喺藝術市場上去買啦。不過下來就問題嚟講，唔知道啊，然後藝術科、然後 Q 科，係用乜嘢嘅嘢？有那條故事冇？安彥峰講到戒嚴，這些故事就懂唔好嘅故事，因為前面一個肺炎係嘛？肺炎前面周鳳阿哥有講到，周鳳阿哥要講到講詐騙嘅事情嘛，跟住我就記得我太后應該先出街嘅時間去就是打人工，佢其實一張嘢錢差不多錢就17000元，佢想等到佢出街時嘅 Apple 會有嘅 BTS 方案嘛，做嚟買嘅平板就改便宜嘛，佢就想講我就等佢先買，跟住量多少錢，想講17000元還沒做嚟看，還有藝術做嚟買 iPad Pro 啊，佢就睇然後勁看就差轉拍賣就勁看，就17000元都好17000元，想講個 iPad Pro，我想講一松田幫人嘅禮物，我就同佢講，就想如果看到佢做嚟顯示嘅 location 嘅位置嘛，就講你咩喺屏東人，就說咩喺屏東人，我放低了戒心，你唔會偏見，強情嘅，屏東人唔會偏見啊，我喺度講。做嚟面講嘛講，唔可以而且屏東人唔可以喺度發臉，說咩做得，其實我已經放低戒心啦。因為都係屏東人。唔講人哋喺嗰啲景嘅然後，其實過程當中咁樣同佢講，唔做得翕相錄樣本來看，因為翕相做得作假嘛，佢想講做得錄樣本來看嘛，它就是給貴嘅平板嘅錄樣嘅這個桌墊咩粉色嘅，嘅囤相片共用哦，咁咩係翕嘅佢嘅身份證本來哦，全部都冇問題。咁後來就問講做得本來天花嘛，但天花靠天講係。半年啊，而家來人喺加賴講嘅哦，其實整件冇加賴，加賴就係問題的所在。咁啊，而家加賴嘅頭貼嘛嘅頭貼就是一個媽媽2個小孩，那個名嘅就講，買個名嘅阿妹，假如說子瑜123媽媽，長得說真的放低戒心到不行。對，你就會吃得懂，他好像他女兒在讀小學，對嘛？嘿，人家說可能就用唔到平板就賣出去嘛，係啊，他就是就是已經有那個媽媽的形象。就是講攞佢上好嘅故事，因為屏東人，因為阿妹，因為64年，咁你要上心啲啊！人家同你講，你真係本人嘅天花講，人家老公講嘅裝唔得水彩天花板片嘅，有咩冇咁多奇怪啦？人家講，啱啱飛過去前個月發買嘅時候做嚟機，咁前個月上班時做嚟機啊，我說好啊，那就飛過去嘅，17000元飛過去。前個月早晨條空嚟，本來8點差唔多上班嚟吧，冇消息。啊，當做食飯時間點吧，冇消息。人家想講本人偏去，人家就去報警啦，人就去同警察講嘅。後來就會整件就係，後來人有尿到啦，後來人有收到嘅法院的傳單，就講佢有尿到，唔過佢錢係拿冇賺來啦。尿到拿唔賺來係乜意思？可能中間還有車手，係車手，嗰種冇法吐。其實我係講賴，可能係劈過嘅人啊，冇就係寫賴嘅。問一下，你嘅身份證係乜啥嘅？就係記嘅啦。記你媽媽嘅。冇做基本嘅，係可能係看到我收到嘅傳單上面名嘅同嘅身份證名係共用嘅。嗰時候可能佢沒細把有沒有很想得很周到，唔過有冇這個有 bug， 不過以前係冇辦法做來啊，就係用錢買隻高級。真嘅，嗰時候睇架天操就係他生意掉誒，睇那邊買東西做唔得，只要是加賴真係100%，做100就錢。真嘅。每次都唔係做唔得飛錢幣咯，用機啊，像阿峰伯用嘅，按樣辦，貼錢交。人家講吼，跌100塊，好100斤啊，物盡一世才會長一智嘛。啊，123，然後嘅藝術科、Q 科有乜嘅結緣嘅故事，聽講你們係有得凄凄慘慘嘅，凄凄慘慘。佢男朋友也同好買 Q 嘅東西來用，佢有幾啊台牌凍茶，有一台金邦。本來送了300茶，就是人家喺旗上喺送茶。我識貨啦，我識貨啊，貨位冇得去。頭一擺係我老幾個提擺要飛，嘅下真嘅有下多。要飛就可以送茶誒，是這樣停下來啊？就點到路後。呀，問一下，呀行係男朋友嘛？行係啊，呢個都好本數嘅啦，我懂啦，呢棟要閃啦。嘅用是
冬叶，然后送茶送到冬叶，送到汗流满楼。啊，你很愿意同佢讲话哇！老东西动浪漫啦，不过就会较容易坏体。哎，真嘅，如果有上司去买个Q 4啊、艺术4噶，可能要确定下它还有没有残余价值。然後就可能看有某一時哦冇關係，就不用那麼看講就好。喊做嚟用就做嚟用，冇好嘅藥費㗎，T100藥費就很唔平宜，這樣才唔平宜喎。對種啊，這樣才係嘛？即係藥費嘅對象，然後你聽送茶。我家無糖豆充電，佢講動龍嗎？冇關係，記好就好。係啊，真嘅。嘿，唔係 T100讀到有冇本數嗎？可能唔會吧，我知道幾時嚟談戀愛的時間哈，真嘅。我知道幾時嚟有啲電影下。嘿，冇唔錯，你係咪推佢講法？哎呦，有冇按電影下？買按爛的茶，買按爛的茶。冇按嘅，好冇。嘅，阿比倫來講下，你即個老藝術科，你有乜嘅故事留下？我講家下吼，阿志怡吼，佢拿出嘅人工嘅吼嘅時節吼，就本來上到嘛嘅了。嗱，有一隻阿叔啊吼，因為安娜貝爾，咩？因為然後講嗰種人工嘅吼，真件吼就唔好亂嘛。我貼起來笑先。嗱，有一隻阿叔佢非常喜歡時尚嘅種人工嘅啊，吼，又係有對佛牌啊，吼，佛牌，很多那種，比如講去泰國啦，因為那隻有懂到嘅佛牌啊，又係講有那種佛像啊，那種各種大象的頭啊，嗰種各式各樣嘅個。跟有一擺吼，佢就去泰國轉來，講出來像鬼故事，因為啲電影樣啦，睇下吼。去泰國轉來以後呢，就唔對勁咯，就去吸煙以後檢查規身嘅檢查，乜個光線就走嘅啊吼，全部都驗出乜個問題。唔過吼，佢就按嚟規張人就冇暢快，就乖乖，就乖乖。還有一件事情吼，係我送梅，因為我送梅講氣氛輸送嗰條東西，嗰隻房間底度，我送梅大概就會聽到嗰地方有東西嚟，空會敲東西嘅聲音，然後有上時會有按嚟切出按嚟，有一啲窗簾講法，有露出啊，係對，有可能有露出，佢工作佢冇上按到，但係要加上嘅我叔佢身體唔好啊，後來呢佢就去廟行吼，去請嘅法師去問講，條絲行，懂派嘅咧，翻譯咧，廟行去問講，係到底係樣辦？嘅法師看到我送梅，佢就講吼，我去也不卡看，應該有乜嘅問題係樣。嗰個佢就一刀就直接去亞數嘅健康地位，就潛到乜嘅呢？就潛到家講嘅嗰種像佛牌一樣嘅東西，像佛像啦。但其實係唔係佛咩唔對，因為就呢種有啲動物嘅頭啊，又係乜嘅東西加起來嘅東西。唔講亞數去千喜歡嗰種東西，嗰個後來真講，係一隻東西有問題，拿咗伊廟行學發出嚟以後做啊，亞叔做好嘅呢，唔是檢查乜嘅身體做好嘅。唔過重點係做乜亞叔講乜嘅咩？佢講一隻佛牌其實唔係佢去買嘅，係佢去滷水釀到嘅。未。真係一種東西，佢唔好亂釀，係釀到嘅以後樣辦？佢嘅廟行先。利用佢咩？係冇嘅基本規則。咁係花嘅，係你爭做得。有啲做唔得用科學解釋，有陣時就係一種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有。咩冇講冇一定啊，咩有可能係壓縮身體。還有一隻就係千萬唔好輸衝，難道？輸千咯，唔可以釀啲。係啊。可以咁樣，咩唔啲嗬？嗰是真嘅係有年嘅東西，跟頭年嘅東西。真係咩係頭年嘅東西？唔講係咩有頭嚟嘅？啊，用做得按樣，跟阿 self，然後喺個講下，假使用版型，有買建議，假使真要買讓藝術貨哈。嗱，這種藝術中古嘅東西係好吼，也就買得。而且想看啊，你台灣我買新嘅東西啊，嘅店方佢係咪要交營業稅？係啊，你係咪要拿到發票？佢要5%，係冇？唔係示範嘅5%就幾多嘅？佢開間店，租金、人事開銷，佢一隻精品啊，佢冇賺幾萬元，佢安尼佢有辦法過得？係，佢天生唔貨啊！古時買中古嘅頭前已經有一張光嘅，然後唔搭，然後唔分攤嘅，錯冇？古時嗱說一條精品名牌啊，一條東西，其實真件做得考慮買中古嘅，將做得興日本。因日本嘅精品佢嘅篩選同嚴格呢，不用嘅動貨，係因為佢條市場動態，古時佢條吼。唔驚講冇東西好賣啊！嗰時見到我數年來嘅東西，嘅品質一定係好嘅。嗰時係要見到東西多咩？唔係講東西少，唔就做得講賣較貴，
东西倒以后，见到遇到东西吼，有较实行的，其实唔会贵呢。刚四周的讲下来啦。3折4折，听听啦。啊，台湾咩有等于係用投资的角度，专门去日本买安尼的东西赚了。不过，记嘅迄投资就有风险咧，因为市场审美那係講改变，其他講你下東西啊當好賣，佢家去買賺來賣。不過審美一旦改變，市場一旦飽和，佢就落價。故說我哋下雖然講吼。還冇講清好賣，然後審美一改變，冇聽眾敢不要懂搶手。唔講，只係講基本嘅，買基本但係基本嘅，真的你冇鋼片應該都買唔出去。係啦，你冇一聽啦，而家講審美改變咧，我已經買睇嚟呢。哦係嘅，係日本人推貨變藝術嘅。嚟中古嘅看會。你藝術科、Q 科以前點吼，嘅阿家呢，呢面本體嘅一個建議吼。我知道呢買藝術商品哦，韓國呢薯片嘅藝術嘅東西，好嘅循環喺度重用，喺你真件事哦，用得到，誒，將拿咗來，像我爸爸，你快睇嘅天師，騙你送本給佢，還拿做豆腐卡講，也唔是錢，我喺馬街先，一聽會老佢是賬號來。結果啱啱開始有失台，快睇嘅電視，有一些係冇上，有些冇畫面，一條線嘅。有兩台咩？佢嗰條台畫面彈嘅台我咧驚牽啦，牽黐。古時候睇下出件，我喺斷沙裡面喺當中。然後有上次拄到兩種人吼，頭擺吼牙婆有上次咩會去我背去讓人數東西，牙講有一擺就是見到咗。拿很多東西出來，唔係開始要用到，你現在拿手本用好冇？媽的，袋咗副卡都按到，跟真件見到，真件會見到，鼓手會提倡睇住卡，不管你喺 video 喺上前，喺 video 喺時尚 video 喺環保，用得到，真係輕鬆用韓國去買之前，聽出喺做廣告，冇會本人後期了，喺主題哦，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試看，後上睇上歌，要發睇下歌。天下事台當空調循環經濟，係東西很好好很用得，是做得老東西交本事業概念。羅古人言講，蘭古好舊業，蘭通路好客車。希望大家交換藝術商品界下，愛地福食福，本來的東西發揮最大嘅價值，做到好嘅循環。